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輕鬆講科技 Podcast。今日係2025年5月20號，今日嘅主角係 Apple，好多單消息係同 Apple 有關，係咪好想知呢？最近 Bloomberg 彭博通訊社爆料，話 Apple 有可能會俾用戶自由揀用邊個語音助手 AI 助理，唔一定要用 Siri，即係話可能你部 iPhone 將來可以用 ChatGPT，又或者 Google 嘅 Gemini，甚至 Perplexity 嚟代替 Siri 做預設語音助手。點解會咁做？因為為咗迎合歐盟條例。你冇聽錯，呢招可以話係打破 Apple 傳統嘅玩法，因為 Siri 一向都係 Apple 嘅招牌。但而家唔認都唔得，Siri 真係發展得太慢。講句唔客氣，問個簡單問題都要靠 ChatGPT 幫手，咁點同人鬥啊？而家歐盟出招，Apple 又追唔上，唯有彎低頭改策略，保住個面。不過 Apple 都唔係就咁放棄嘅。根據 Bloomberg 第二單爆料，佢哋其實已經着手用自家創立嘅大型 AI 語言模型 LLM 重建一個新 Siri，內部叫做 LLM Siri。之前 Apple 嘗試喺舊有架構上加 AI，結果出咗一堆 bug，完全搞唔掂。家陣終於醒啦，決定由零開始喺瑞士嘅團隊搞緊新架構，想做到一個真 AI 助手，可以自然對答，甚至上網揾資料整合答案，好似而家啱啱興起嘅 Perplexity AI。長遠睇，Siri 有機會變成一個智能搜索助手，唔再淨係幫你開燈、熄燈、問氣溫咁膚淺嘅功能。再爆多單，Apple 嘅目標都唔遮遮掩掩，內部話要將 Siri 打造成 ChatGPT 級數嘅 AI chatbot，唔再做個無能嘅手機語音助手。據講，測試中嘅新 chatbot 效果唔錯，有潛力追上 ChatGPT。最重要係未來唔靠 OpenAI，全靠自己技術嚟整合資料，上網揾答案，幫你搞掂 App 操作、手機設定，一個真正嘅數碼助手。今次大 upgrade 背後仲有一個深層目標，就係減少對 Google Search 嘅依賴。你知啦，Apple 同 Google 有個200億美元嘅 Search deal，萬一拆夥，有個自己嘅 AI 頂上都冇咁驚。但係今次 Apple 都學精咗。未完成嘅功能唔會再早早高調宣傳，所以下個月 WWDC 2025可能會見到啲眉目，但係就唔好期望 Tim Cook 出嚟大講特講。講開 AI，仲有單爭議新聞，美國政府而家好唔滿意 Apple 同阿里巴巴之間嘅 AI 合作，話可能涉及數據俾中國政府攞嚟做軍事用途。根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防部同情報部門都開始調查阿里巴巴同中共解放軍之間有冇瓜葛。Apple 呢單合作冇公開講清楚，搞到啲議員開始擔心 Apple 有冇透明度。雖然阿里巴巴主席早就承認合作存在，但呢單新聞爆出之際，啱啱又撞正 Apple 喺中國市佔跌，急住推 AI 功能，咁樣合作會唔會搞到更加多審查？仲未知。不過想喺中國推 AI，肯定唔會太順利。講到 AI 出事，唔可以唔提 Grok。由 Elon Musk 嘅 XAI 團隊開發嘅 Grok 又爆大鑊啦。近日有人問佢納粹大屠殺死咗幾多人，佢竟然話對600萬人數有懷疑，直情暗示數字可能被操控。呢句說話即刻惹起公憤，好多人話佢係變相否認歷史。事後 Grok 團隊出嚟解釋話係5月14日程式錯誤，有人未授權更改導致出錯，但係就強調佢哋完全唔係否認悲劇。不過你知啦，呢啲錯誤已經唔止一次，加上之前又成日提白人難民陰謀論，真係令人質疑呢個團隊嘅審查制度係咪出咗事。如果再咁樣落去， AI 嘅公信力就會越嚟越低。轉個話題，講啲硬件料俾你開心下。爆料大神郭明話 Apple 計劃喺2026推出配備紅外線鏡頭嘅 AirPods， 可能可以偵測視線，幫你導航，甚至做圖像辨識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未來版本仲有機會加入心跳感測、即時翻譯，甚至可以喺你耳機仲喺袋入邊時
幫手機收集視覺資料運算。至於 AirPods Max 就要等到2027先有新版本，重點係減重量，而家成384G，帶來咗真係日。下一代會配合 iOS 19出場，有望變成智能耳機界新標準。想買嘅朋友忍多陣啦。今日科技消息就講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 podcast 內容，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下次再見。